伫80几年前的227、228事件，真侪台湾的知识分子、头人拢伫这个事件牺牲甲失踪。有一位国小老师，伊就开发一套配合228国家纪念馆的实景游戏，让学生转去到80几年前，找资料解谜来救人，深入体会这段捌发生伫咱土地重要的历史。因为它是重返到1947年的3月，那为了取信那个许其谦的话，那他就必须要输入说，比如说你是什么和什么的编辑。囡仔若像转去到228事件的年代，解救游戏所设定的4个伫228受难甲报纸媒体相关的人物。那所以说，小朋友在展览中找到许其谦的资料之后呢，你就看到说他是《东台日报》及《青年报》的编辑。考量学校的课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限，林工台就甲其他老师做伙设计这套教材。透过纪念馆的展场空间，让囡仔通伫老师的带领下，伫遮阅读档案甲资料，让孩子用一种同理的角色，回到1947年的228的那个时空环境，去了解当时的人们，他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困境。那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？咱的纪念馆内底的所在来找迄个线索、回线索，安尼一步一步来接触到228的历史，在游戏之中来体验人权。228纪念基金会表示，若用较早导览的方式来讲这寡代志，囡仔可能拢走了啊，所以才想讲试看卖啊，透过这寡珍贵的文物，互因了解历史就伫咱的身边。记者陈亚文、许凯台北报道。